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市第2选区的立委的补选。这个眼架伫个南屯棒球里的交泰所，防指控是公共设施的保留地，而且是违建。眼宽行讲，市府只要指出倒位是违建，伊就会来拆掉。啊，名嘴周玉蔻是质疑着市长罗秀燕执法的力头。罗秀燕讲，会予眼架拆除的期限，若是期限内无拆，市府就会介入来拆除。 中二选区国民党立委参选人颜宽恒到选区参加关会活动，伊冒关会。面对这个选战，眼架伫南屯区棒球里一个交泰所，互人讲是违建。市政府派人去稽查后，确认这围墙啊甲合法建筑相平是违章的建筑，会寄通知单，请眼架伫限期内家己拆掉。若是无家己拆掉，就会安排拆除的计划。 请稽核单位把违章违规的部分，把违规的部分需要改善的部分，明确的让我们知道，好，我们来进行拆除。颜宽恒强调讲，只要是市政府认定违建的范围，伊就会处理。啊，那交泰所违建执法会嘛，受到市长罗秀燕。这个名嘴周玉蔻伫面册就写讲，827交泰所已经变成台中市长罗秀燕的政治生命死穴。佮讲，千万唔通拆掉迄座超级大违建，唔通承认领导违法。后到罗秀燕2022年连任失败，质疑市政府唔敢拆。只要有这个违章建筑一经查报的话，那当事人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自行拆除或复原哈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台中市政府就会排拆。 罗秀燕针对名嘴周玉蔻的质疑，伊强调讲，眼架交泰所有违建，市政府团队绝对依法处理。